这么好的机会你都没有抓住啊！看来今天注定是我赢。我输了，你赢了。哼，承让，承让。既然我赢了，那是不是可以亲下你的手啊？老天真是眷顾你，把所有最美好的东西都钟情在你身上。大少爷，今晚和小婉姑娘一起在秦淮河边下棋，可尽兴啊？尽兴。刘二说，等有机会你也跟他手谈一次，那棋艺。哎，Coco，我今天下午过来看你，听吴妈说，有位公子包了你们家小姐，已经包了3天了。哎，这人够有钱的。嗨，是京城来的一个公子，姓黄，叫黄畅。他也不……哎呦，皇上，您这脚都起小水泡了啊！这皇上在宫里头什么时候走过这么多路啊？只要能跟小婉在一起，再长的路，朕都不觉得累。脚上的泡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哎呦，慢点，慢点啊！你笑什么呀？我让笑，不笑不笑，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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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少爷，我笑啊，是因为我觉得您的话特别有趣，而且呢，意义深刻。你少来，朕知道，你是在笑朕发痴。我哪敢啊！唉，不过也奇怪了，朕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呢？哎，朕想把小婉带回宫。哎呦啊！万岁爷，这小婉姑娘，她是汉女呀。我知道啊，可谁让朕就喜欢上了这个汉女呢？她的聪慧、大方、美丽、重情义，朕身边的女人啊，无一能比。哎呀，万岁爷，你可千万别把董小婉当真呐，万万不能将她带回京城啊！如果万岁爷真喜爱这个董小婉，就把她留在江宁城得了，等皇上偶下江南的时。刘刚才，你在朕身边多年，还不了解朕吗？主皇上啊！万岁爷！黑子兄弟，
你觉得这个顺治小儿，像不像马上要离开人来客栈的样子？总舵主，属下怕被发现，没敢多观察。不过刘公公已经去过总督府了，想来两江总督很快就会去接他的皇上进府。总舵主，要动手就得快，趁这个皇帝小儿还没有住进总督府里面，我和李堂主带上一帮兄弟冲进客栈，把他给杀了。宋川，抓活的。如果咱们活捉了顺治，就可以跟清廷做笔大买卖。谢万岁爷。刘光彩，朕知道你是为了朕好，朕也不想跟皇额娘发生冲突，朕也没想过要带一个汉女回宫。可谁想到朕就喜欢上小婉了，就爱上小婉了呢？朕可以跟您保证，除了董小婉之外，朕不会再对任何人产生如此强烈的爱意。所以说，这可能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。英格尔，皇上不听我的劝，你还不赶紧劝劝皇上啊！刘公公，其实我也没想通，咱们皇上是大清的皇上，凭什么不能喜欢一个汉人女子啊？这话说得对，刘光彩，朕可以向你保证，朕绝对不会生夺董小婉，朕要跟小婉两情相悦，互生爱意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在朕没有摸清小婉心意之前，朕绝对不会唐突嫁人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皇上圣明，万岁爷圣明。你们几个跟我进去，其他的人留下来。是。真的没有空房间了，我们的客房都已经住满人了。真是，要不您到别的地方再看看啊！真的已经住满人了，你看这人都已经住满了。少爷昨晚睡得好吗？你猜呢？哎呦，看您这精神头啊，真足。没空房？那几间房间不是没人住吗？客官有所不知，这几间客房是不住人的。不住人？客房不住人，难道住鬼啊？哎呀，你消气啊！你客官别生气啊！本店最近住了个从京城来的绸缎商黄公子，他喜欢清静，所以就把这几间客房包下了。真的不能再住人了。岂有此理！谁这么霸道啊？把房间霸着不让人住，有钱摆阔是吧？老子也有钱。老板，你别狗眼看人低啊！不敢，我哪儿敢呢？嘿，什么人在外面犯横啊？皇上，我去把他们轰走。哎，别轰人家，你出去跟人家好好解释解释，就说你主子有病在身，听不得吵，所以才租下几间房间空着。是。英格尔，别劝他们了，告诉客栈老板让他们住下吧。待会儿鄂大人就会来接大少爷了。朕没说要见鄂硕呀。万岁爷，您不能住这儿了。为什么？你让这个京城的黄公子出来！我姓宋的就不信，他不听人话。嘿，少爷，我去看看。少爷，我也去看看。您坐在这里，千万别动。好，我不动。如果一会儿打起来，那我可要出去看热闹。您看，客官真的是不能再住了，您到别处再看看好吗？告诉外面的伙计，
今儿就住人来客栈了。是。哎，你们不能强住啊，客官！哎，客官，这些人来者不善，像是搅事的，小心点。搅事？怕是搅的好事了。包客栈的原因，老板已经跟你们解释过了。这条街上面还有一家客栈，离这不过100来丈。你们为什么非要挤到这儿来凑热闹呢？我们可不是要饭的，你想提我们去哪儿就去哪儿啊！你们家少爷喜欢安静，我们老板喜欢干净。这安静撞上了干净，我们不走了。兄弟，这可不像正经生意人说的话啊！是吗？包下房间不用，也不让别人住，这是正经生意人的作为吗？你。哦，你们想住可以，我们让给你们，不过你们要等上半个时辰。凭什么让我们等上半个时辰？我们走累了，马上要进屋休息。你这是无理取闹！哎，我说小子，竟敢说我们是无理取闹！我告诉你，把房子租了不让人住，这才叫无理取闹！怎么，摆阔是吗？把你们老板叫出来，本大爷和他比一比，看谁的钱多！把他叫出来！少爷，强哥吩咐我们不让您出去。你们是听他的，还是听我的？退下！这……哎呀，少爷，您怎么出来了？快进屋去啊！快进去，快进去！关门！哎呦，大少爷，您坐啊！我不坐。坐。大少爷，外面没什么事情，您不用着急，在这坐着吧。二叔，你实话跟我说，外面究竟是什么人？大少爷，二叔觉得这些人不像是正经的生意人，倒像是江湖毛贼。这种人见财起意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毛贼？那朕更得出去看看了。哎，不行！怎么不行？二叔，你紧张什么呀？咱们不是有侍卫吗？没事啊！啊，别，随便出去看一看。别，大少爷，存心找茬是吧？找茬又怎么样？这江宁城里，还轮不到京城来的公子哥在这耍横。大少爷，小强子，哟，黄公子出来了。江湖辽阔，既然你们想住此地，那我们就另搬别处，也是无妨。哎呀，瞧瞧黄公子多仗义啊！黄公子在本店小住这几天，对人宽厚之极，所有伙计都无不称赞。要不你们另寻别处？黄公子如此重义，在下倒是不好意思了。在下想跟公子交个朋友，不知公子肯否赏脸，喝上2杯啊？喝酒交朋友，黄某认为大可不必。黄某交的朋友，没有一个像你们这样犯浑的。哦，黄公子不肯赏脸啊！方才在下言语鲁莽，如果有得罪之处，还请黄公子海涵。黄公子，在下替手下向你赔不是了。哎，2位朋友，
待会儿官府里有位朋友请我们公子一叙，人马上就到。我们公子也打算到官府暂住，咱们好说好散，就此别过吧。哦，原来黄公子在江宁的官府里有朋友啊！我说怎么有恃无恐的样子？快保护少爷！是。少爷，您先躲躲。快！快！小强子，问问他们是什么人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为难我们家少爷？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。陈近南？哼！今日朕终于见到你的真容了。兄弟们，我主倾听皇帝。殷大人，万岁爷，奴才也要上了。就你那点功夫，还是省省。宋传，缠住他！我去杀了那个狗皇帝！刘公才，为什么不报信？确有隐情，都在戏上。快走！刘公才，你没事吧？奴才没用，奴才没用啊！让朕看看你的伤。没事。皇上，不要管奴才，小心天地会的逆贼！总舵主，官兵来了！快点，团队上！快，团队上！兄弟们，别让陈近南跑了！是，撤！
时，请皇上恕罪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鄂大人，您来的真是及时。再晚来一步的话，皇上就有危险了。英格尔，奴才在。咱们死了多少人？回皇上，有3个兄弟战死了，他们死了10几个。总有一天，朕要将天地会一个不剩彻底消灭。杀皇上无益，皇上心汉，对汉人有利。皇上爱上董小宛，若董小宛进宫得以封妃受宠，此事又可从长计议。倾听真正厉害的人是太后，杀了皇上，汉人更惨。刘光才说的有道理啊。李唐如、宋川，若是董小宛真的进了宫，那一台好戏就开场了。是。奴才见过万岁爷。刘光才，快起来。来，刘光才，伤势如何？回万岁爷的话，奴才身体并无大碍。坐下说。不，奴才只是伺候皇上的，不能坐。刘光才，你足智多谋，经验老道，今日之事依你看，万岁爷，奴才谈不上足智多谋、经验老道，奴才只是忠心耿耿而已。奴才觉得，此事怕是跟上次宫中泄密的事有关。这次万岁爷微服私访，一定是有人传出了消息，所以才被识破。当然，这仅仅是一点可能。啊，这宫中竟有泄密的事？难道皇宫中有天地会的人？不过朕已经派英格尔和刘光才在暗查此事。但是宫里到底有没有天地会的人，还只是个猜测。再说了，这2件事也都不是什么大的事情，所以朕还是不相信宫中会有天地会的人。今日刺杀顺治帝，本舵主有些太急切了。那一剑刺的刘公公可是不轻啊，真是让他受委屈了。总舵主其实不必多虑，这件事儿也是件好事儿。刘公公武功平平。总舵主跟刘公公打斗，刺了他一剑，这样一来可以避免其他人的怀疑。你们要记住，刘公公是咱们天地会的宝，有他在宫中呼应，咱们天地会将大有作为。所以，咱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刘公公，绝对不能让他暴露。属下明白。皇上，从现在起，老臣就要带人紧跟皇上，寸步不离了。朕跟小婉姑娘已经约好了，今日午饭后，朕要到怡清园跟她尽兴手谈几句。皇上，您不能再去怡清园了，最好也别再见小婉姑娘了。朕都答应她了，岂能爽约？皇上，您若非去怡清园，老臣就要带几百精兵护驾。你这么做，朕的身份不就暴露了吗？朕现在在董小婉面前是丝绸店的公子，在朕还没有跟小婉姑娘心意相通之前，朕绝不能暴露身份。皇上，既然如此，您就暂时不要见董小婉。老臣可以陪皇上到没到过的地方去看一看。等皇上起驾回宫之前，您再跟董小婉去道个别吧。在朕明了董小婉的心意之后，朕怕就不只是道别。朕想把她带回京，人家小婉姑娘也不一定就能跟皇公子马上回京城，是不是？皇上，
这么说，皇上下午不去见董小宛了？你要带几百人护驾，朕能去吗？朕还敢去吗？皇上息怒，皇上息怒！皇上，刚刚出了这么大事，老臣得随时跟着皇上啊！你们都起来吧。谢皇上，谢皇上，谢皇上。鄂叔，朕有话要跟你说。这，吴妈，哎，吴妈请坐。好。好。小婉呢？请喝茶。叫妈妈上来有什么事儿啊？吴妈，皇公子约好了，要来怡清园下半天的棋。照理说，应该交给您300两银子。但是皇公子是个心思单纯的人，这2天他光顾着玩，把要进货的钱都花光了。小婉倒是劝他，可他不听，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。所以小婉想跟吴妈商量，咱们这次就别收他的钱了，行吗？哎呀，不收钱怎么行呢？300两大银啊，这怎么能不收啊？皇公子并不是个十分富有的人，他自己平日里都十分节俭。再说吴妈这几天从他身上赚的已经够多了。如果吴妈不愿意，这人情算小婉身上。吴妈想收钱的话，可以从小婉的月份里扣。要说这黄公子呢，人也不错，妈妈对他印象挺好的。既然你这么郑重其事的请妈妈上来，想给他这个香头，妈妈就听你的，送他了。谢谢吴妈。鄂叔，朕离开江宁之后，你一定要派人暗中保护董小宛姑娘，对那些敢去骚扰她的王孙公子、达官富商，一律严惩不贷。朕绝对不能让董小宛受一丁点的委屈。臣遵旨。从今以后，董小姐不会受到一点的委屈。不是光不受委屈，你要做得巧妙，不能影响他们的生意，更不能被他们发现，明白吗？臣一定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。刘公公，朝廷有急报。下去吧。撤。万岁爷，大好的消息啊！平西王吴三桂打败了朱由榔的军队，云南大捷呀！好一个吴三桂！朕终于等到今天了。朕今日受益惊喜，原来是有大喜跟在后面。好！奴才恭贺皇上！都起来吧！谢皇上！朕回京之后，立刻令吴三桂进京述职。这。姐姐，姐姐今天的裙子啊，真漂亮，连妆容啊都特别的认真细致。姐姐这么在意自己的妆容，是不是对那个黄公子有那么一点情意啊？你这个臭扣扣，别瞎说。姐姐只当黄公子是好朋友。
姐姐心中有没有波澜，姐姐自己心里清楚。宁儿，笔墨伺候。这，朕要给小婉姑娘写封信。万岁爷，你不能给董小婉写信呐！万岁爷的亲笔御书不能留在民间呐！万岁爷给董姑娘写的题字已经都收回来了呀。朕收回了题字，那是因为怕她看出朕的字来。朕现在给小婉姑娘写信，那是以京城绸缎庄少爷的身份给她写的。朕现在既然爽约于小婉，那总得跟人家道个歉，解释几句吧。就是，皇上，您这封信啊，可值钱了，对不对啊，刘公公？您想，万一董小姐要是落难了，只要把皇上的亲笔御书拿出来，肯定能够化险为夷，化难为……放肆！皇上，奴才失言，奴才的意思是，万一，皇上，奴才真是失言，皇上，奴才失言。皇上，你万一什么呀？万一，说呀，说呀！看把他给吓的！你看把他给吓的！哎呀，今天皇公子的心情也太好了呀！既然这样随便拿小强子开涮，哎，你敢说朕随便？皇公子啊，你现在可吓不倒小强子喽！姐姐，时辰都过了这么久了，皇公子还来不来啊？扣扣，你说他不会生病了吧？还说心中没有波澜，姐姐这么担心皇公子啊？董小姐，董小姐，扣扣姑娘，啊，董小姐，今天我们家少爷来不了了。他怎么了？少爷有封信，让我交给你。扣扣，倒茶。你们家公子为什么没来啊？是不是生病了？他没生病。我说扣扣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咒我们家少爷生病？谁咒你们家少爷了？是我们家小姐见过了约定的时辰，你们家公子没来，担心皇公子而已。哦，是这样啊。那多谢董小姐担心挂怀，我一定把董小姐的担心转告给少爷。这个你就不用跟他说了，坐吧。董小姐，今天少爷来不了呢，就怪那个刘管家。昨天晚上回到客栈里，刘管家拿出账本来，对少爷好一顿唠叨，说再不进货钱就花完了，再不进货就耽误时间了，再不进货就耽误京城的生意了。这些话把少爷给吓住了，也可以说是把少爷给吓醒了。什么叫吓醒了？你怎么不往下说了？哎呀，少爷不爱让我说他的家里事儿。我们家大少爷呢是个特别孝顺的人，这趟出来的时候，老太太给我们规定了回去的时间。如果回去晚了，老太太肯定会担心着急。刘管家一提这个，就把大少爷给吓醒了，不敢来怡清园跟姑娘手谈了。我们马上就要离开江宁，到下面去进货了。你回去告诉你们家皇公子，其实他今日不来更好。小婉很高兴，他醒了。小强子，
这回你们家公子可亏大了。我们家小姐好不容易求得吴妈同意，说今天不收黄公子钱了，要给他一个大香头。你们家公子啊，这回可亏了300两。扣扣，300两，亏了这么多啊！还欠了董小姐这么大一个人情，这个呀，我更得告诉我们家少爷了。这个你也不用告诉他了，小强子，你们家黄公子在信里说，你们进完货后还要回江宁，还要来怡清园看我。麻烦你告诉他，你们进完货就赶快回京城吧，不用再来看小婉了。董小姐，您这是何意呢？我们家少爷来看看您就走，不耽误时间啊。我这个人最怕聚散离别。虽说我跟你们黄公子是萍水相逢，但我们又很谈得来，又一起经历了一些事，说起来也十分有缘分。来了，匆匆一见，又迅速告别，想想也大为伤感。再说，也不知道你们还能不能再来江宁，所以我想，相见不如不见，不如就此相忘于江湖吧。董小姐的意思，我明白了。我回去以后呢，会转告大少爷，让他别来了。不过，董小姐也别太过于伤感，说不定今后我们还会来江宁进货的。啊，你们还会来江宁啊？也许会来，也许再也不来了。不过我倒非常希望来。来看扣扣姑娘。嗨，我有什么好看的？董小姐，我告辞了。小强子，你走好，也麻烦你代我向你们家黄公子问好。好。扣扣，送送小强子。小强子，我就送你到这儿吧，以后后会有期。好。好。扣扣姑娘，这一别，可能今后再也见不着面了。我想抱你一下，行吗？哎，那怎么行呢？不行不行，本姑娘从来都没有跟男人。我冒失了，我冒失了。那，你再叫我一声强哥，总可以了吧？强哥。啊，小姐说了，以后有什么事儿，就都相忘于江湖吧。冒昧了，那我走了。都和你游了3天的秦淮河了，黄公子还没有腻？不腻，当然不腻了。
和小婉姑娘漫游闲谈，那就是如坐春风，如沐春光，怎么会腻呢？小婉，咱们下棋，取个风雅，下个注怎么样？我让你2子，你知黑子先走。若你赢了，我输你500两银子；若你输了，你就得让我亲你一下。据此看来，朕至少可以肯定，朕对董小婉绝对不是单相思。董小婉，对这个黄公子还是有一点点感情的。岂止是一点点？依属下看，董小姐对您那可是颇为赏识。赏识啊？这话朕怎么听着这么不入耳呢？你怎么把朕说的跟小可怜似的？刘光才，奴才在。你就不会这么说了，对不对？万岁爷，就是打死奴才，奴才也不敢这么说呀。用词不当。皇上，您又要下婴儿了。我说的是董小姐对黄公子颇为赏识，而不是说对当今圣上，有错吗？哎呦，朕今天还镇不住你了啊！万岁爷的心情好得飞上天了，奴才从来没有见过万岁爷这样的神采飞扬啊！是啊，朕认识了董小婉，吴三桂又在云南消灭了大清最危险的敌人。你们说，这2件事加在一起，朕能不高兴吗？能不神采飞扬吗？啊，是。朕呢，现在就想出去赏景踏青，观朝听政。走，出发！快找地方隐蔽，快点隐蔽好了，快！朕今天真是开心啊！哎呀，皇上的龙马精神真让老臣佩服。7天奔波，老臣已经累得不行。这刘公公和殷统领也都有些倦意，唯独皇上您，那是一直的精神烁烁，毫无倦意，真令人惊叹呐！鄂大人所言极是，万岁爷这次到江南来，精神简直好得出奇呀，简直像服了仙丹，得了仙气呀！是啊，就你会说话。这个仙丹和仙气啊，那就是董小婉。这现在只要一想到他，浑身精神抖擞，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啊！咱们呐都不能跟皇上比，皇上心里想着董姑娘，自然啊就不会累了。朕想好了，明天再去看看他，后天就起驾回京。朕想利用这最后的时间，向董小婉表达一下朕的爱意。心
西风急，北雁南飞。想来谁人双林醉，总是离人泪。想来谁人双林醉，总是离人泪。皇上，董小宛这嗓音和唱功真是无与伦比呀，感情饱满投入，更是催人泪下呀。唉，只是不知道他这离人泪是不是为黄公子而流啊？这个嘛，朕很快就会弄清楚了。啊，对了，鄂硕，洪善家产的事查清楚了吗？啊，皇上，臣正想向您禀报，他家的家产呢，有5、6万两白银，可都不是贪污受贿所得，而是以大清的三法，圈了地让家奴种地所得。他这一级的满人官员有这个权利。三法呀，三法！皇上，洪善该如何处置？请皇上示下。洪善虽然没有贪污受贿之事，但他纵容儿子欺压良善，尤其是枉法抓人、恶意报复这一节，不可原谅。这样吧，你将他降级留用，以观后效。臣遵旨。对了，洪善那个混账儿子，你打算怎么处置？洪琦的行径确实可恶，十分恶劣。若铸成事实，他就应判斩首。但是念其未遂，可依大清律将其关押1年。皇上，您看妥否？妥，公正。万岁爷，董姑娘的戏就要唱完了，奴才已经跟吴妈说过了，请万岁爷到董姑娘房间去等她。朕要给她一个意外惊喜，朕倒要看看董姑娘这个离人泪，到底是为谁而流。姐姐，算算时间，黄公子应该进完货回江宁城了吧？兴许他已经离开江宁，回京城了。姐姐，为什么不请黄公子来怡清园，大家见个面再道别啊？扣扣，你还小，有些事你不懂，有些人有些事，最好还是相忘于江湖吧。哎，姐姐，门怎么是开着的？小婉，为什么要相忘于江湖？我不想忘，也不能忘，所以我来了。是小婉想相忘于江湖，忘不掉的。再见到小婉，我太激动了。我怎么也有些激动了？小强子，你激动什么呀？别跟你们家公子瞎起哄。哎，你怎么能说我们家公子是瞎起哄呢？你们家公子激动那是应该的，因为他不想相忘江湖。小强子，你可以出去玩会儿吗？是。
喂，来，哥哥。皇公子，小婉还穿着戏服，不方便见人。小婉，不管你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，妆前还是妆后，在我心里，都是这世上最美的女人。真是风话。我明天就要回京了，我想让你今天再陪我出去走走，好吗？江南风景啊，真是美不胜收，美不能言呢。小婉姑娘，这几日我一直想写首诗，表达对江南的喜爱之情，可又终于未敢下笔。为什么呀？皇公子才华横溢，要写出来的话，一定是首好诗啊。这要怪白居易啊，他把对江南的喜爱之情好像都写尽了。我想着想着，就总想到他那首《忆江南》，所以就不敢再下笔了。你跟古人争什么锋啊？他是他，你是你。再说这盛唐的诗风已经到达了极致，你要争也是争不过的。我岂敢跟他争风头啊？我只是想起了2句，可跟他的江南诗一比，就自觉太臭，所以还不如多吟诵他的诗呢。小婉姑娘，如此良辰美景，不如我们合吟一首白居易的诗如何？好啊，那公子起头吧。江南忆，最忆是江宁。皇公子投机取巧，改词应景。山寺月中寻桂子，郡亭枕上看潮头。何日更重游？你看，我们家小姐跟你们家公子吟诗吟得多好，不如我们俩也来一首。你让我吟诗啊？你还不如杀了我呢。回到京城补点文墨吧，你这样子再来江宁啊，本姑娘可不欢迎啊。这个顺治帝胆子可真够大的，咱们现在要是还想行刺他，这又是一个良机呀。与其说是良机，倒不如说是陷阱。你们看，两江总督鄂硕亲自带着大队人马在暗中保护着他们。不过，有刘公公提醒，我们也不再行刺他了。将军，这里每条道路都要派人守卫，有过路的人，请他们绕道而过，要好好的说啊，绝对不能够让他们扰民啊。对了，要注意跟皇上保持足够的距离，明白吗？大人放心，一切布置妥当，皇上是绝对安全。哎呀，要不是出了行刺事件，本都不会那么紧张。哎呀，这个天地会呀，实在是太猖獗了。等皇上啊离开江宁了，我才能睡个踏实觉啊。江南忆，其次忆吴宫。无酒一杯春竹叶，无娃双舞醉芙蓉。早晚得相逢。小婉姑娘，你看那白乐天早在1000年之前就为咱们写好了结局，看来你我早晚得相逢。皇公子跟小婉吟诵《忆江南》，为的就是这最后一句吧？不光是这一句啊，我还想改白诗呢。江南忆，最忆是小婉，
霓裳一舞动春色。皇公子，皇公子才华横溢，这改诗词对于皇公子来说易如反掌。在小婉看，皇公子就不用改了吧？难道你不相信我们还会重逢吗？重逢不难呢。倘若皇公子再来将您进货，也倘若小婉没有离开怡亲园，或许我们有机会再重逢吧。总舵主，看来这个顺治小儿对董小婉的情是不能自拔了，好事儿啊！不过，我怎么看着董小婉，好像是不大情愿呢？不知道这个顺治能不能把她带回京城？小婉，我特别想看你跳舞。那次在怡清园，我看到你跳《长恨歌》，真是美极了。不知道姑娘可不可以今日再为我跳一曲？小婉当然可以为皇公子再舞一曲，可惜没有戏服啊。二叔，把东西拿过来。是。好漂亮啊！这是我特意为你定做的，喜欢吗？我很喜欢。既然姑娘喜欢，姑娘可否也赠我一样东西？这样的话，等我回到京城，就可以看着它睹物思人了。也不知道送给皇公子什么东西好。这是我随身带的一颗发珠，就送给皇公子做个纪念吧。漫漫红尘中遇见你，于是相信生命有奇迹，陪着你呼吸，靠着你，唯愿世间停息。爱恨情愁间继续，有些伤害不是我愿意。我什么不要都可以，只要能拥有你。我注定爱你，爱上你，我要学会学会忘记自己，因为你是我梦中的唯一，再痛也不
姐姐，黄公子送你这个戏服真好看，你今天跳舞的时候可美了。黄公子是很用心，姐姐也很感动。黄公子明天就要离开江宁城了，姐姐你要去城外送他吗？姐姐今天已经跟他道过别了，明天就不送他了。啊，真的要相忘于江湖啊？姐姐，扣扣觉得黄公子跟姐姐才真的是人间知音知己的样子呢。姐姐今天穿着它给黄公子跳舞的时候，真是惊艳至极，动人至极。只有对着自己的知音知己，姐姐才会舞得如此出神入化，美妙绝伦呢。像黄公子这种阔少，他只不过是一时热情，等他一回到京城，很快什么都忘了，他还会为我再来江宁，那才怪呢。这种人，姐姐见多了。这个嘛，其实扣扣觉得，姐姐啊，没准是把这个黄公子看错了。不早了，赶快回去睡吧。从遇见你，仿佛梦里悠悠昨日影朦胧，紧紧抱着你，谁又曾相信前世今生不了情？似酒浓，恨别惊醒，前缘天意注定。没人如此歌，那公子多情，爱已醉过酒蒸笼。一生只为这一天，问谁愿这爱能永远。好漂亮啊！这是我特意为你定做的，喜欢吗？我很喜欢。既然姑娘喜欢，那姑娘可否也赠我一样东西？问谁愿能知别样甜？我山雨雨夜缠绵，只愿相伴一生。自从遇见你，仿佛梦里悠悠昨日。黄公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的舞好美，远胜于飞燕玉环。黄公子真的喜欢看小婉跳舞吗？你跳舞时宛若仙子，你的舞蹈轻盈飘逸又有韵味，真是令人心醉。黄公子过奖了。情到深处，看到心爱之人的一举一动，都会心醉。人如此歌，那公子多情，爱已醉过酒蒸笼。一生只为这一天，问谁愿这爱能永远？用我心换你的心，只求相偎相依。一生愿为这一眼，问谁愿能知别样甜？蓦然爱上一个人，然后用尽一生遗忘。
姐，皇公子他们来了。姐姐，你真的不下去跟皇公子他们打个招呼吗？不用了，在这看看就行了。哎，姐姐，皇公子他们要出城门了。哎。少爷，您看什么呢？我总觉得有一双深情的眼睛在望着我。皇公子多情了吧？昨天不是说好了吗？小婉姑娘不会来相送的。她人不来，心也会来的。江南忆，最已是小婉。江宁，我还会再回来的。撤！撤！姐，皇公子和小强子骑在马上的样子，好英俊啊！扣扣，你是不是很想小强子能回来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姐姐。难道你真的就不想再见皇公子了吗？想啊，也不想。姐姐。怕再次受伤害。还有几日，皇帝便要回来了。果真小产的事需要给皇帝一个交代。你们各宫也应该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果真失去了孩子，以免皇帝回来后你们乱嚼舌根。难怪今日没看到果真妹妹，还以为她身子不适呢。皇额娘放心，皇额娘怎么交代的，臣妾们怎么说就是了。是啊，谁敢乱说胡猜，皇额娘就治她的罪。果真小产的确令人不免生疑，因此哀家特地令宫中正堂太医金太医全力验查这件事。金太医验查的结果是，果真是因为吸了一种蛇毒而导致小产。什么？竟然有人下毒！如此狠毒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毒？
是谁下的毒，肯定要将他抓起来才是。如今哀家可以肯定的是，在这个后宫之中，的确有人对果真下毒手，只是金太医暂时找不到下毒的证据。皇额娘，这下毒之人是用什么方法下的毒呢？是食物还是熏香之类的？金太医可有眉目啊？你们记不记得3月3日放蝴蝶时的景象啊？有几只蝴蝶就围着果真和娴妃在飞，有一只还停在了果真的嘴唇上。过了3日，果真便小产了，因此哀家怀疑这几只蝴蝶是被人做过手脚的，以蝶传毒。皇额娘果真厉害，这离事情的真相只有一步之遥了。幸得本宫及时召回毒蝴蝶，皇额娘想必也无法想到这一层。还有一种可能是，这个下毒者在作案当日通过某种法子召回了毒蝴蝶，因此即使花园被翻了个遍，也都没有发现毒蝴蝶的踪迹。金太医，您叫卑职来是什么事？冯太医来了。诸位，我和冯太医有要事相商，还请回避一下。是。金太医怎么会突然对蝴蝶产生兴趣了？您是在研究用蝴蝶入药吗？并非研究入药，这是老夫奉了太后娘娘的旨意，要查这些死蝴蝶身上是否有毒。查蝴蝶的毒？冯太医，你负责给静妃娘娘瞧病，你我都知道，静妃娘娘小产乃是蛇毒所致。太后娘娘怀疑3月3那日，慈宁宫花园的蝴蝶有蹊跷，是有人用蝴蝶把蛇毒传到了静妃娘娘的嘴上，导致静妃娘娘小产。那金太医查到毒蝴蝶了吗？暂时还没有。冯太医啊，皇上不久就要回来了，如今面临的是如何向皇上交代静妃娘娘小产之事。老夫今天叫你来，也是太后娘娘的意思。原来是太后娘娘的旨意。太后娘娘是要卑职承担责任吗？金太医，这事儿您知道，我是无辜的。冯太医啊，你不要怕，因为到现在还没有查到下毒的确凿证据，更没查到下毒之人嘛。太后娘娘怕给皇上添堵，更担心皇上追查此事引起风波来，所以便不打算对皇上说这是起明确的下毒案。因此，要你我统一口径。若不是下毒案，那卑职岂不是有失职之责？我一直禀报说，静妃娘娘脉象稳妥的呀。太后娘娘的旨意是，不要说成是下毒案，就说静妃娘娘突然风寒，加上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闹肚子，止泻不住，最后导致小产。金太医，若这样禀报皇上，那卑职不是负有责任吗？冯太医，有太后娘娘护着，皇上不会问你罪的。这事儿也影响不了你太医之职，以后静妃娘娘还是由你瞧病，明白了吗？卑职明白。卑职谢金太医关照。蝴蝶传毒之事早晚会水落石出。今日哀家叫你们来，只想提醒你们一句：谁若自以为高明，使手段心机害人，最终只能害了自己。
一旦查出真相，绝不轻饶。后宫争宠，历朝历代为祸甚烈。好在至今为止，我大清只出过几起针对嫔妃妒妇的案子，并没有出现过志在夺母命的血案。前几年有位妃子作案之后被打入冷宫，她受了不少冷宫的清冷孤寂，但又求死不得。半年之后，她竟然撞墙而死。那种求死的决心和力道，让那个昔日里娇俏可人的女子顷刻间面目全非，碎裂的脑骨和鲜血洒了一地，让见过无数死人的公公都吓得惊叫起来。哀家同你们说这些，并非想吓唬你们，只是想警示各宫，要以真姐妹之情和睦相处，不要再用手段和计谋害人。我大清王朝让额娘操心的事已太多，你们对额娘的孝顺，便是让后宫消停，一片祥和。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。皇帝回来之后，谁都不允许再提一句。皇额娘显然是怀疑上皇后了，为了保护皇后，不敢追查下去。不过，总有一天，皇上会知道此事的。皇额娘，这若是皇上问起来，臣妾们该如何回答皇上呢？是啊，大家还不能说错半个字，还要统一口径才行。这个说法，额娘也会亲自告诉果真。这次小产是因为严重风寒，腹泻不止。你们记清楚了没有？皇额娘的话，臣妾谨记在心。北京城，朕平安的回来了。咱们少爷啊，眼睛发亮的就回来了。好像有一个人比朕的眼睛还发亮呢。皇上说扣扣啊？我哪知道是谁呀？哼，那个小丫头怎么可能让皇家侍卫统领的我眼睛发亮呢？哼，走，这。皇额娘，儿子此行的大致情形就是这样了。遇上天地会行刺，与贼首陈近南碰面，还遇上江南歌女董小宛，皇帝此行可谓丰富多彩。皇帝，那个董小宛漂亮吗？哎，皇额娘，这就是儿子此次南巡的一次偶遇，儿子对他的歌舞颇为欣赏，仅此而已。再说了，儿子再也不会见到他了，是吧，刘光彩？好，甚好。